你会不会开车啊？我下去一趟啊。你不会动一下吗？你都动啊，你倒是啊。好久不见。你这么多年去哪儿了？还不走？你磨叽啥呢你？你会不会开车你？别！谁呀这是？我前女友。你好。哎呀妈！这不行了！哎，别了！哎，怎么还打我媳妇呢？好久不见。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谁呀？这是我前男友。你好，先生。来，你好，哎，干啥呀？前男友，是不是？别碰我前男友！别碰我前男友！你别碰我前男友！哎，这让我出来！哎，好，来，停！咱们今天碰到一块儿绝对是偶遇啊！咱以后咱就谁也不见谁了，好不好？咱各自安好，行不行？行。我查1、2、3撒手啊！1、2、3，撒手！